主作茧，生命交由你掌权，你心意向我彰显，我愿成为你荣耀的殿，旧事已过，全是新的，因主的爱得以重生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全新的人，他是全新的人。我生命全属于你，我生命全属于你，因你为我舍己，因你为我舍己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早安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申命记28章15到6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恁若无听叹上主，恁的上帝的话，无切实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甲规律，才会咒诅就会真紧临到恁。恁伫城镇、伫乡村会受咒诅，恁的篮仔甲超面粉的盆会受咒诅，恁所生的土地出产的，以及牛仔囝、羊仔囝，拢会受咒诅。恁出恁入，拢会受咒诅，因为恁做歹气杀我，上主要互恁所做的事受咒诅、扰乱、责罚，直到恁真紧完全受毁灭。上主要互瘟疫苦楚恁，伫恁入去先食的地，互恁消灭。上主要用气罗、疫病、发炎、毒热、抗旱、火烧风、病害攻击恁，才拢会对入恁，直到恁灭亡。恁头壳顶的天会变做重，袂落雨，地骹的地会变做铁遐尼重。上主要互土沙粉代替雨水落伫恁身上，直到伊甲恁消灭。上主要互恁伫对敌的面前刣输，恁对一条路出去攻击因，会对7条路逃走。天下万国看到恁的情形会着惊，恁的生死会成做空中飞鸟，甲地周走兽的死物，无人互因赶走。上帝会互恁亲像早前埃及人生疮，阁是痔疮、湿疹、癣，袂医得。上主会互恁抓狂、青霉、着惊。恁伫日中昼会亲像失明的人伫黑暗中懵来懵去，恁做的事袂行通，常常受压迫，受手大，无人救恁。恁甲查某囡仔订婚，别人会甲伊困做伙，恁徛厝无通住，恁栽种葡萄园嘛毋通食遐的果子，恁的牛甲恁的面伫恁的面前，互人刣死。毋过恁食袂着肉，恁的牛伫恁的面前，互人抢去，阁讨袂转来。恁的羊，互人掠去，无人帮赞恁。恁的查某囝会伫恁的面前，互别族掠去。恁的目睭规日紧紧看，等因转来。毋过恁无能为力。恁的土产甲恁劳苦得到的，会互恁毋知的民族食了了。恁会常常互人欺负，受压迫，直到恁因为拄着的境况掠狂。上主会互恁对骹底、骹头乌、骹腿、
到头壳顶，染着袂一直的毒疮。上主会将恁甲恁所设立管辖恁的王迁徙去恁甲恁的列祖毋捌的国家，伫遐恁要服侍别的生命，是用柴甲石头做的。恁伫上主赶恁去的列国中，人会将恁当作笑谈，甲恁讥笑，搁因为你拄着的情形着惊。恁伫园内也真济种子，毋过收成真少，因为草莓来食。恁栽种搁修整葡萄园，毋过无酒通啉，无果子通挽，因为虫来食。恁全国种橄榄树，毋过无油通抹身躯，因为橄榄落了了。恁的查某囝袂当留伫身躯边，因为会互人掠去。恁的树木甲土地出产，会互草莓食了了。住伫恁中间的外族人会愈来愈尊贵，恁会愈来愈卑微。因有通借恁，恁毋通借因，因会做头管恁，恁会做尾。遮的咒诅拢会临到恁，追业恁，互恁掠条条，直到恁灭亡。因为恁无听趁上主，恁的上帝的话，无守伊所命令恁的诫命甲规例。遮的咒诅会临到恁甲恁的后代，永远诚做记号甲警戒。恁无伫逐项富裕的时，甘心乐意服侍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所以恁会做上主册内攻击恁的对敌的努力，直到囂恶、喙干、脱体，一无所有。因会用铁的担挂伫恁的暗棍，直到恁灭亡。上主要对真远的所在兴起一国，亲像鹰鸟真紧冲落来攻击恁。迄国的话恁听无，因的人面向改改，袂尊敬老人，袂疼小囡仔。因会吞食恁的精生所生的，甲恁的土地出产的，直到恁灭亡。搁要将恁的五谷、新酒、新油、牛仔囝甲羊仔囝食甲无剩半项，直到恁饿死。因要伫全国大城围困恁，直到恁所倚靠宽大搁坚固的城墙拢倒歹。因要伫恁围困伫上主，恁的上帝所赏赐恁全国大城。恁伫困迫困苦的中间，免要食家己的亲生囝，就是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后生查某囝的肉。恁中间温和有同情心的人，会冷淡对待因的兄弟所疼的某，甲剩落来的囡仔，无要将家己所食亲生囝的肉分一点仔互因。因为恁伫大城受对敌围困，受困迫，拢无剩半项。恁中间温和有同情心，平时毋敢褪赤骹打土的妇人人，会冷淡对待伊所疼的丈夫，甲伊的后生查某囝，偷偷食伊死落来的胎盘，甚至食家己生的儿女。因为恁伫大城受对敌围困，受困迫，拢无剩半项。恁若无切实遵行即本册所记载律法的话，无敬畏上主，恁的上帝永远通惊畏的名，上主就会用恁所想袂到的灾厄，就是大国久长的灾难，严重搁长期的病，降落互恁甲恁的后代。
伊嘛会互恁所惊爱激人的病拢临到恁，互恁伫地永远医袂好。连这本律法的册无记载的病甲灾祸，上主嘛会互因临到恁，直到恁灭亡。恁以前虽然亲像天顶的星遐尼济，毋过恁无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所以恁存落来的人口大大减少。以前上主意爱好款待恁，互恁人口加添。毋过以后上主意爱互恁毁坏，甲恁消灭，恁嘛会对日去心食的地受别出。上主会互恁四散伫万国中，对地的这边到地的迄边，恁会伫遐互杀别的生命，是用柴用石雕刻，恁甲恁的列祖毋捌的生命。伫遐的国，恁毋通有安定的生活，无定基的所在。上主嘛要互恁伫遐心生不安，目睭无青彩，精神衰歹。恁的性命无安全，暝日提心吊胆，性命难保。恁会因为心内惊吓，甲目睭看到的，早起时要讲天哪也袂暗，暗时要讲天哪也袂光。上主会互恁这船转去埃及，行迄条我捌吩咐恁毋通搁转去的路。伫遐恁会卖家己，互对敌做奴仆奴婢，毋过无人要买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《申命记》28章的后半段，非常长，有54节，从第15节直到最后的68节。那不同于前半段，后半段它描述的是各种的灾祸，从可能有干旱，然后有疾病到有战争等等的，并且把所有有可能会发生的灾祸非常详细的描述给以色列人知道。那我相信可能各位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，会对这样子的经文感到有一点害怕，或者是会觉得有点没办法理解呢？然而在这个这么长的篇幅在讨论诅咒以及各种灾祸当中，我们的主题却是心甘情愿。其实在47节里面就有提到，上主在各方面赐福给你们，你们却不心甘情愿的侍奉他。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会提到的是心甘情愿这4个字呢？我在准备这段分享的时候想到了一句话，这句话说真正的自由是自律。我们在现代社会其实拥有很多的自由，那我们通常对自由的定义也是所谓的不受约束，或者是可以随心所欲。但是老实说，没有一个规则，没有准则的自由，其实最后就是放纵，最后就是自我毁灭。那康德曾经有说过一句话，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不想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有能力不做。上帝透过摩西赐给以色列的人民这本律法书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申命记，来告诉以色列人许多的规则以及规章。这些规则以及规章并不是真正的要限制人们怎么样生活，或者是要让以色列人民被束缚在这些律法里面，而是订定出这些规则，让人们的生活有准则，并且能够保护上帝所爱的以色列人民。然而也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份信仰里面藉由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这些规则，然后以及神所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能够活出真正的自由，而不再是随心所欲、自我放纵。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申命记第28章，就不再只是一张恐吓的清单，或者是一条一条列出来的诅咒，
而是我们一张生命的地图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自由是能够拥有一颗心甘情愿服侍主、顺服主的心。自律老实说是很困难也很痛苦的，但是它最终可以带给我们的是可以走在神的祝福当中，以及我们永远不会踏错的真正的自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主你的爱里面，也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告诉我们许许多多我们可以遵守的，我们应该遵守的这些律法以及规则。所以说谢谢你，因为你的爱保护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些条例当中获得真正的自由，让我们的生命是有规范，是有规则的，不再是自我毁灭，不再是自我放纵，乃是从神那里得到生命真正的自由。主耶稣，我们也恳求你操练我们的心，操练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服事当中、聚会当中，更是在信仰所有生活里面，都能够有一颗心甘情愿的心。当我们软弱，觉得自己做不到，或者是觉得痛苦的时候，主耶稣，你就用你的话以及你的手亲自扶持我们，加添我们力量，使我们每天的信仰生活都从主你那边能够重新得力，然后每天都有新的盼望与看见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活在咒诅以及害怕当中，那也是每天都有从主你那里而来新的盼望与看见。谢谢主，我们在这边献上我们的感谢与祈求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全新的人，他是全新的人。我生命全属于你，我生命全属于你，因你为我设计，因你为我设计。